好，来继续来看检方侦办到金华社的弊案，已经到收尾的阶段。周刊来报讲，郭文泰可能会放用贪污罪来起诉。案件起诉了后，检方有真悬的纪律，会向法官来主张讲，爱继续来收押着郭文泰。扣押伫咧台北看守所已经3个月过郭文泰，这段期间甲贪污女平，互外界拢讨论个嚟七次。看延押期间一天一天流逝，检方侦办金华城弊案，嘛特别到收尾阶段。小宝，你有什么话想要说的？方立做公职案被告的前顶法开发董事长朱阿虎向检方申请，把替飞经集团主席沈庆京买收郭文泰，伫咧11月2日用200万拒保停押。不过朱阿虎嘛向检方讲到，沈庆京敢若阁有另外付款的方式含手法。沈庆京真侪摆扣，检方提醒，佮因为身体遭抓，真侪摆扣送到病院治疗，对案情一拢结点点。不过周刊报道，检方伫咧郭文泰的行动硬碟内底调查到8张金额真侪支票影像，即摆已经掌握到金华城弊案的部分金流。郭文泰可能予以违背职务诬陷罪嫌起诉，面对10年以上刑期。不过即马关键的包括内部小包含企业收红包的小铺，也被扣检方查考。加上到甲郭文泰换金块柯志如高米点伫咧海关，公职案被告李文忠含沈庆京嘛拒绝透露案情细节。郭文泰本人嘛要拒绝出庭，传出检方旁6大因素，建请法院接押郭文泰。而由于这些被告并未具体说明犯罪的细节，而且有共犯未到案，即便柯文哲等人被起诉，后续再被法官延押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。民众党这期这8张支票影像到底有啥看到？讲消息来源本身就有问题。郭文泰羁押期满，敢会当暂时恢复自由之身？就等待检方终结，检辩搁在过招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